自后2023年9月初6，每日时间讲读经，功夫也是一种动力。圣经传道书第1章1节到10节，伫耶路撒冷做王大必的囝传道者的话，我传道者讲：功夫的功夫，功夫的功夫，一切拢是功夫。人一切会劳苦打拼，就是伫日光下面会劳碌有甚物利益？一代过了，搁一代，毋过地照常存在。日出日落，紧紧倒转去出来的所在。风向南吹，搁倒转向北，无停转西，搁西转去原来的所在。江河拢流入海，毋过海嘛袂甜。江河流到倒位，搁流转去原来的所在。这个代志，互人先搁畏，讲嘛讲袂了，看嘛看袂饱，听嘛听袂完。以前已经有诶，将来会搁有；以前已经做诶，将来会搁做。日光诶下面无新诶代志。敢有甚物事人会当讲？你看，这是新诶，伫咱以前诶世代早就有啦。已经过去诶世代，无人会记得；将来诶世代，后来诶人嘛袂记得。功夫也是一种动力。传道者诶语录是安尼蒙着我诶心诶。迄一年，我大约18岁，当当时教会诶少年人流行唱诶诗歌是《基督是主》。伫第4集歌本中有一首简明尧老师诶创作，你为何空虚？这是一首通家己一人弹着吉他，抒发家己内心郁闷诶诗歌。你为何空虚？你为何叹息？你为何忧虑？那要问你自己。你为什么空虚？你为什么吐气？你为什么忧虑？迄爱问你家己。活书中的你，对我来讲，并毋是对第二人称的询问，是对我家己人生的问答。由于当时的我拄面临大学联考，家己的成绩应该是属伫毋管搁再安怎努力，也会互联考淘汰的一员。迄时阵的我，拄深感人生何去何从的彷徨。这首歌拄好唱出我内心的忧郁。歌本共一页的下边，编辑引用传道书1章第8节：人活偌久，着快乐遐久；毋过嘛着记得黑暗的日子，因为黑暗的日子活真久。要发生的事，拢是功夫。传道书是圣经中的倒一卷？作者所传的道为甚物指称？毋过嘛着记得黑暗的日子，因为黑暗的日子活真久。当时的我，圣经财物也有欠缺。这句经文，互我一个对信仰全新理解的眼界。原来，圣经无完全是上帝伫人世间显现神迹作为的记录，也是对信徒的启示性启发，也是生活上的规范性教导，也是先知性的鼓励和警告的预言。原来，圣经中有一卷
册是大群人性的负面情绪，甲忧郁的空虚感抒发出来，互读者伫传道者的忧愁中，会当聆听到上帝也会甲咱做伙忧愁的声音。传道者的语录清楚指出，空虚本来就存在伫人性的负面情绪和感触中。人伫群体里，倒位有可能体验袂到个人不过是侪个人中间微细的一个，哪有可能伫能力的相比较之下，体验袂到愈加软弱的不安？哪有可能伫时间的有限下面，体验袂到生命的局限，甲对未来的无确定感？传道者讲，空虚的空虚，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伫希伯来文学连续用单数和复数的定塔语句来表达做、字，还是十分。传道者借着安尼的文化强调，互空虚的空虚反转成做一股充满我生命的力量，互我的人生逐点运转的轨道。我甲家己讲，生命就算是空虚的空虚，我也毋是孤单的，因为有一位传道者看清生命本质，写出上帝激动我心的信息。像迄年空虚的空虚，诚做我的动力。我接受洗礼，邀请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默想，无论上帝对咱孤寂的灵魂有甚物安排，咱是毋是拢愿意相信，总有一日，上帝野空咱的，伊会搁再填满。无论上帝对咱孤寂的灵魂有甚物安排，咱是毋是拢愿意相信，总有一日，上帝野空咱的，伊会搁再填满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你知影我的心愿，你听见我的吐气，我心惊肉跳，精力耗尽。我的主啊，此刻求你毋通放杀我，远离我。主啊，我的拯救者，求你紧紧来帮助我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